而家過緊嘅係你理想中嘅生活嗎？一放假就想買嘢食嘢去旅行，係咪真係開心呢？我知道理想每個階段都唔同，咁就到時再調整。而家連出糧都冇乜感覺，身體仲出現壓力警號，就知道自己壞咗。好多人到咗20尾30歲，喺職場打滾咗幾年，會突然諗人生嘅意義，好似由細到大一路俾人推住行，某日驚覺，咁就一世，然後呢？Hello，大家又見面啦。我唔鍾意旅行，亦唔想退休，一直都想喺賺錢嘅地方賺最多嘅錢，再更多嘅錢。好快到咗大人嘅年紀，意識到病同死亡比想象中更近，最後每個人都會死，就覺得好徒勞。如果可以將世界向好嘅方向推近啲，都算有留低啲嘢。不過一個人可以控制嘅真係好少，理想生活仲係好似好遠咁。目前佔據生活最多時間嘅返工，本來只係一個達到目的嘅手段，唔應該無止境。時間就係生命嘅時間，唔應該混喺你根本都唔在乎嘅嘢裏邊。又睇咗本書，提到大腦一個區域會判斷某件事值唔值得開心。如果受損，人對獎賞或愉悅刺激反應會減弱，可能冷漠或者亂咁冒險。原來快樂真係可以啪一個掣就冇，人生先係重點，要好玩。等等，自由嘅代價係焦慮同風險，冇計劃嘅話，一有事就狼狽，就唔型。首先列出想要嘅生活，再計下條數，目標就係賺到足夠令財務穩定運轉嘅錢，再派啲錢出去揾錢，唔需要無限嘅錢先開始，亦唔需要跟人哋節奏，每個人都唔同，一定會遇到好多你諗到或者諗唔到嘅問題，諗到嘅已經有準備，諗唔到嘅到時再解決就好。反而要諗，今日嘅工作會換到想要嘅生活嗎？今日嘅選擇係咪更加接近理想中嘅自己呢？追求自由會唔會變成自由嘅奴隸？我2年前開始喺正職工作之外，試行我想要嘅生活，一步一步少少咁做。最強嘅角色可以穿越時間線，有時會諗，如果以後嘅我話我知而家要做咩，就唔使咁煩啦。我仲發現人生容錯率其實幾高，唔需要太焦慮，再壞都唔使死啊！好想成功做大事，令支持同鼓勵我嘅朋友覺得爽，你哋眼光真係好。